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，剛果民主共和國甲烏干達已經有729人確診伊波拉，其中151人死亡。也這屆疫情會變嚴重，除了也無有放射會當做以外，民眾對醫療機構甲國際組織無信任，嘛互防疫的工作愈硬到。無啥設備的醫療醫所外口，正在村民佇咧哭，因為又有一位患者因為伊波拉病毒死亡。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顯示，這名病毒敢若是佇非洲中部的剛果民主共和國，甲邊仔受影響的烏干達，一直到6月確診病例有729人，其中151人不幸死亡。這邊感染集中佇剛果民主共和國幾個東部省份，這幾年冬天漸亂，除了難民死過逃亡，互病毒傳開。武裝組織一直發動攻擊，要互醫療人員常常無法度及時安全到需要的所在。更加互醫療人員無奈的是，有真濟民眾對醫療機構甲國際組織攏無信任。L'équipe de l'hôpital, les médecins l'ont consulté, on a suspecté qu'il y avait la maladie à virus Ebola. La même nuit, les malades vont s'évader de l'hôpital pour retourner dans la communauté. 國際救援委員會 IRC 也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分析，除了長期以來無信任，和民眾對公家醫療院所的排斥更加嚴重，甚至有佇咧傳講伊波拉病毒是西方國家製造，用來控制非洲的這種講法，甘願相信傳統的巫術，造成幾多變病毒爆發，真濟人死亡。Il y a certains patients qui parfois n'acceptent pas d'aller à général pour OCT parce qu'ils pensent que là-bas il ne peut pas. Surtout. 美聯社報道，醫療人員唔那時常常面對民眾質疑的眼光，有當時也有民眾的攻擊因，而且欠資源，連這款醫療團隊也攏隨時有可能會感染伊波拉病毒。公視新聞，徐嘉玲編輯。